再来看高雄凤山的凤翔路，昨下晡有一台奥多摆冲红灯哦，甲一台奥多摆相撞。警方来处理的时，发现讲这个奥多摆冲红灯的驾驶才11岁尔，这实在是伤含咯。会依法来处罚，卖通知家长到案来了解讲家长敢有同意借奥多摆互这囡仔使用。 一只机车骑凤翔路要向南过路口的时，路边台湾区一只机车向向红灯冲出，两只车相撞了后，拢摔伫涂骹。这件事故发生伫初九下晡，高雄凤山，看起来真普通的违规事故。警方到场了后，才发现这个弄红灯的姓林的少年人，敢若11岁。杨男、林男二人均擦挫伤未送医，二人酒测值均为0。 初步肇事原因研判为林男闯红灯，详细肇事原因仍需交大判定。无照驾驶，那我们也没办法，那他们家长的问题我们也管不了啊。11岁就骑机车，互民众真无奈。附近的居民表示，姓林的少年人骑的是因老爸送伊的机车，警方会针对姓林的少年人无照驾驶、过弄红灯的行为，按照道交条例开罚。有在地居民反映，事故的路口号字多而且复杂，常常有台湾区的机车看唔到去，违规出车祸。 在地是 OK， 可是外地来他会看错号字，导致说这边会常常发生重大车祸。正常人来说，一般都会看右边嘛，不会看到左边。啊，那个字一般民众也不会去看，所以一般都会看到右边这边。迄件红灯啊，记者有缘看到有机车违规对凤翔路倒外去经武路，导致互人无煞煞，违规的车真多，互当地居民出门拢真注意，希望相关的单位加强处理违规，甲台湾区向南刷到文良东路，并且改善号志来减少事故的发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